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蒜头，即卖一台斤得要300块咯。啊，讲其实吼，也有一种更较贵的蒜头叫做毒头蒜，就是毒神仔的毒，单独的毒。一般这个蒜头掰开真侪粒，细细粒啊安尼。啊，那这种的毒头蒜咧，敢若1、2粒啊，真大粒。因为这种的毒头蒜产量真少，佮真营养，所以真贵哦。一台斤竟然要1000块。蒜农将收成的蒜啊掰开，有时会捡到这款比一般的蒜啊较圆，也毋过较细粒，一个甲掰开蒜瓣嘛较少。哦，这样就有3颗，看出来就是3颗大颗的。独头蒜啊，人家卖场大拢讲叫高粱吧。就这款高粱啊，干那1瓣的蒜瓣，伊毋是出去品，颠倒比一般的蒜头较贵。甲算算，就算即摆蒜价已经发到一台斤300块，这款蒜头阁贵2、3倍。听到是有6包，大概1000都有人在收购了。量较少，价销自然就较贵。一般民众认为讲，这款毒头蒜，伊就是高粱啊，较有营养，会使摕来浸酒，也是互囡仔食。这个讲法，营养师嘛认同。铁质比一般的蒜头高出有5倍，其维生素 B 群，尤其是 B2，也比一般的蒜头高出4倍。而最特别的是，它的蒜素浓度也相较于一般蒜头来得高，所以具有比较辛辣的口感之外，其杀菌解毒的效果也比一般的蒜头来得好。啊，是安怎有这款毒头蒜？蒜农讲，这甲蒜头的品种、天气也是土壤有关系。有款会特别收来卖，不过因为伊的产量无稳定，都要靠运气。大部分的蒜农捡到这款毒头蒜高粱啊，嘛是甲一般的蒜头蓝蓝的做伙卖出去。咱乡亲若是好运，就使用一般蒜头的介绍，买到这款较有价值的高粱啊。